照亮花城，去报良民来春宫。去扫园迷人，带着金衣入扫园多美人，夜看人家人所闻，那一边竹篱茅纱为得胜。莫非就是杨家门，陪我上前把门开？为什么今天把这门哎呀，窗口高来看不见，哦，有了，也亏石头看得清。向南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城台朝上摆，铺木脚有分两旁，骰子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桌上放。第一碗白香红灯天堂哟，第二碗有见鱼儿破皮香，第三碗香尽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锅炒千张，第五碗姜烧胡桃牛有牛，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，看起来果然为我做39年，官下娘子心上。